我哋今日就會學習點樣去處理呢個頭髮髮量較為多，但係亦都較為短嗰陣時候嘅收尾嘅方法。model 嘅分區73嘅分界啦。攞嗰陣時候，我哋 set 型為主，set 型為主。後邊呢一塊又係 set 型嘅分界，去到耳仔後方，耳仔後方，盡量攞嗰個 set 型嗰個界線，相對嚟講要比較大啲，比較闊啲。頭殼頂度一樣分到過嚟。唔需要話每一個 set 型都係一樣嘅。開始先將髮尾嘅部分捲咗一個圈先，前後，盡量令到髮尾有個弧度嘅話，我哋一陣收頭髮就會比較好收啲啦。髮尾呢啲地方都比較短啲嘅頭髮，更加需要去捲。做片唔容易㗎，你讚咗同 like 未啊？快啲俾個留言我，等我知道你哋睇咗先。夾嘅時候要注意一樣嘢，就係千祈唔好攞得太多嘅髮量，因為頭髮多嘅人你攞得個髮量太多，其實好多時你有啲地方會捲唔到嘅。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倒翻轉分嘅次數，可能要多翻少少。分開3層平等嘅，呢個第一層。可以落少少髮尾油，增加個黏性。跟住之後啦，我哋喺中間耳仔呢度，我哋做第2層，先梳順頭髮，將佢擰轉。地基嘅話咧，所以我哋呢個就要擰得實少少。再以呢一執頭髮固定，為咗安全起見，補多隻夾，夾多隻夾落去我哋頭先個髮夾嘅地方，攞開一個斜線，將我哋左手邊嘅頭髮擰轉，再固定。髮尾嘅部分我哋一樣啦，可以留翻起去，因為我哋一陣會用髮尾擰轉，放翻去兩個中間嘅位置，上下分開2層，兩手邊，盡量以平嘅方法去加下邊嗰一層。跟住之後啦，直情固定翻喺我哋頭先嘅底座部分。先由下邊嘅部分開始拉起，再拉上邊，少量嘅 hairspray， 兩手邊嘅方法，兩手交邊，向後加咗1下，加完第1下之後，平手嘅方法再加第2下，盡量貼翻住自己嘅頭型。第3下壓住我哋頭先做過嘅髮髻位置。喺臨固定之前，我哋可以少量嘅拉絲，拉嘅方法全部都係往下拉，除咗頭頂嘅部分，頭頂嘅部分我哋就可以往上拉。攞閃電嘅形式，兩手加邊，一開始加完左右平放，攞起，跟住之後加第2執。第2執嘅時候，你都見到仲係平嘅。加完第3次，固定嘅位置一樣啦，固定翻喺我哋嘅右手方頭頂嘅地方。啲位置我哋記住都係向上抽為主，避免下邊嘅頭髮走位。前面少少嘅陰，我哋就可以留翻俾佢做兩手。過咗耳仔位置啦，我哋先再向後扭轉。我哋喺呢個位置暫時固定咗一下先。將我哋嘅頭髮可以先做咗一部分嘅固定，剩翻嘅髮尾嘅部分，我哋將佢左右分開，先將左邊嘅頭髮，我哋直接就可以擰埋去，再固定。跟住右邊嘅頭髮，我哋就可以一次過擰翻去我哋嘅左邊。我哋攞個直髮夾，加強佢個髮尾嘅捲度。喺呢個髮尾嘅部分，盡量用直髮夾去捲會比較好用過湯匙，因為湯匙太過粗身啦，未必捲得到啦。我哋兩手邊再加上一啲髮尾嘅部分，營造咗底座呢個 volume，向後捲，加入少量嘅攣，同埋再抽起，用直嘅方法去幫佢夾。再用 hairspray 再作固定，跟住之後呢，我哋再放埋頭飾上去就 OK 啦。分享唔容易㗎，記住幫我 like 同埋留言。今日我哋分享到呢度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